中國內地居民在線提交開戶申請，只需2步。證券客戶經理通過 email 或 SMS 方式邀請中國內地居民在線完成開戶申請填寫和提交。客戶收到郵件或 SMS 後，根據指引登錄系統，按頁面提示，通過郵件或 SMS 方式接收驗證碼登錄。登錄後會提示需要實名認證。第一步，上傳證件，選擇證件類型，選擇中國大陸居民身份證。拍攝或上傳證件，系統自動識別證件信息。第二步，人臉核驗，系統根據上傳的證件信息進行人臉比對，完成認證流程，然後就可以在線填寫開戶申請表格。對於中國內地人士，為適應內地合區監管要求，系統會根據申請設備的 IP 位置限制訪問。識別簽讓開戶申請更簡單。